你别靠近我！你怎么来这儿了？那你怎么在这儿？算了，直接告诉你好了。对不起，我把你的戒指弄丢了。我知道那个对于你来说很重要，可是我找了一下午了，除了垃圾什么都没有找到，应该是丢在古代了。都怪我不好，要是我之前早点摘下来给你的话，现在就不会害得你永远都看不到它了。对不起，是我没用没脑子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去找他吗？太好了，他还没丢啊！他在找到自己主人之前，是绝对不会甘心消失的。曾经有人说过，男生小指的 size， 如果和女生无名指的 size 一样，那他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天作之合。这是根据我小指 size 买的戒指。今天，我想帮他找到真正的主人。可是那天我爸说你是……哦，原来你从那天开始就喜欢上我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比那之前更早就开始爱上你了。那天没有办法回答，是因为我不想为了别人的事情，把我对你的爱变成交易。如果我真的爱你，就应该认真诚实，明明白白地告诉你。是谁说的？要大胆地说出来，要么欢心，要么死心。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OK， 不错不错，哎呀，真好喝呀！开始。我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看我给皇上72变！我变！我是妖！我是妖！我是一只爱吃人的妖！皇上，出去！叮咚，叮咚。进。参见皇上，奴才呀，特来报告皇上，过几天便是太后娘娘的30寿辰，皇上想好准备什么礼物了没有？对呀，这都快忘记这件大事了。So busy, so tired。奴才这就给皇上来个马杀鸡。我捏捏捏，我切切切，捏捏捏，我切切切，我切切切，我捏捏捏。虽然时间非常的短，但这一定会好好准备的，让母后有个 surprise。对 ，surprise。这。嘿嘿。开始。我是妖，我是妖，我是一只爱吃人的妖。我是妖，我是妖，我是一只
请，啊，欢迎光临。这边请，请坐。请，慢走。哎，欢迎再来。大哥他是疯了吗？是啊，要不然怎么不干这些啊？他自愿的。你说你这是真失忆还是假失忆呀？不带这么折腾人的。什么呀？哎你，哎呦！哎，你们也太过分了吧！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秀恩爱，你就光明正大的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本姑娘我虽然是单身，也绝对不会被你们炫倒。放马过来吧！哦，吓死我牛宝宝了！我们今天过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。商量一个正事。冯老板，之前跟你提过的，我们拐黄二想请我大哥李欢出演男主角，这事儿你还记得吗？有点印象。我们两个都觉得，要是李欢出演这个角色，就像书中人走出来一样，肯定能够震慑到观众。我女人说的对，这要是换成别人啊，指不定演成什么样啊！说不定啊，演成一个暴君、昏君、淫君，什么乌七八糟的啊！闭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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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说什么呢？别说，别说，别说。他那种与生俱来的气质，不是常人拥有的。我看你们比我跟他都熟，自己跟他说。但现在你是他老板呢，人家24小时卖给你了，我们只是过来见人的。多大点事儿啊！拿去，拿去，拿去！真的。漂亮，就喜欢你这性格。等着，等着啊，我去跟我大哥说一声。哎，过来。嘿，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没有啊？我们想创业，可以吗？行啊，支持啊！